今日經犬香醇又同大家揾食啦。今次去我哋對面午膳時間好多人排隊嘅拉麵店，佢店鋪較細，食客要喺外面排隊，所以我哋一直都未試過入去食嘢。今日我哋過咗2點半先食嘢，見到呢間店無人龍，即刻要試下。由於我哋比較晏，所以無晒都削麵，其實只有鮮蝦濃湯拉麵，可以追加溏心蛋、蝦同蠔，我哋叫咗溏心蛋。食物來到，果然有好香濃嘅蝦味，濃到好似食緊龍蝦咁。之後店員會加埋蝦油，令碗麵更加香滑。溏心蛋就同一般好味嘅溏心蛋一樣，唔需要多講啦。總括嚟講，呢間拉麵雖然款式唔多，但佢嘅湯十分出色，唔怪得咁多人排隊。食完拉麵梗係要嚟經犬香醇睇下啦。除咗果茶同咖啡，我哋仲有水晶擺設同潮流精品。波兒與店長期待見到大家。